位於東涌東新發展區嘅長東村喺2025年底開始入伙，新大嶼山巴士因而重組連接東涌市中心嘅 37A 同 37M 號線服務。首先 37A 號線提升至每日全日服務，並將總站延伸到長東村。由於屋村入面嘅巴士總站仍然未完工，所以路線暫時以長月樓外邊嘅停車灣為臨時起訖點。37A 號線服務長東村以及怡東路裕雅苑，然後經東涌消防局前往市中心同東涌站，並使用3部雙層巴士。至於往返迎東村同東涌站嘅 37M 號線，就喺 37A 號線提供服務期間唔停怡東路，即係喺迎喜路之後直接前往市中心，以節省車程時間。37M 號線一直係東涌北重要嘅區內線，迎東村同東涌站大多數時間都有唔少乘客等候。路線平日繁忙時段班次最密達到5分鐘一班，其他時間10至12分鐘一班車，並使用5部雙層巴士。根據多日觀察， 37A 號線嘅乘客目前主要嚟自裕雅苑、怡東路嘅巴士站有唔少乘客上落車。另外，長東村長月樓嘅站位同迎東村總站嘅站位只係差3分鐘步行距離，因此迎東村嘅乘客其實可以步行到長東村，乘搭 37A 號線出市區，間接分流 37M 號線。為配合客量增長， 37A 號線喺2026年2月起加密平日上晝班次為8至10分鐘一班。至於附近嘅匯東街，雖然設有車站，但因為裕豐苑同裕興苑仍然喺度興建，所以人流非常稀少。不過展望將來，當上述房屋項目落成同入伙， 37A 號線嘅客量將會進一步上升。